舒服、痛經，甚至係閉經，覺得係宮寒嘅問題。宮寒的而且確可以導致我哋月經不調嘅原因之一，但並唔係唯一嘅因素。婦科病啦、月經不調啦嘅成因其實有好多，除咗宮寒之外，仲可以包括咗有氣虛啦、氣滯啦、血虛啦、血瘀同埋濕熱等等嘅問題。而呢啲因素都可以導致我哋月經唔規律，或者出現痛經嘅症狀。針對翻婦科問題嘅治療，應該係根據我哋具體嘅情況同埋體質嚟到去進行一個辨證論治，而唔係僅歸咎於宮寒嘅問題。例如果濕熱型嘅患者用咗一啲宮寒嘅方法去治療，例如熱敷、飲紅糖薑茶，係唔會改善到唔舒服嘅症狀㗎，反而仲有機會會增加咗呢個唔舒服嘅情況。坊間有好多暖宮療程，我哋唔建議盲目咁樣跟隨。調經之前，歡迎專業嘅註冊中醫師進行一個評估同埋診斷，從而確立出最適合你嘅治療方案。